今天做的东西就是完全不用烤箱，所以在家里面你自己做都 OK， 你不用买烤箱，也不用买专业烤箱，也不用买业余烤箱，你只要有一台电冰箱就可以了。哇！所以真的很方便的一个不可思议哦，一个甜点就很方便。起司蛋糕里面比较好吃的底下就是饼干底嘛，那我来介绍饼干底的做法是怎么做。这是奶油啦。所以老师这一般用的都是无盐奶油，对不对？还是无盐奶油，会比较好控制它的那个。对。先把奶油融化啊。然后我们把这2样产品，就是糖粉跟那个饼干碎加进去。为什么要加糖粉？就是说有时候有的饼干碎它比它做出来的外面的成品它比较咸嘛，比较咸的话，我们就这样加点糖粉去拌它。那拌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或者用这个或者是用刮刀都可以。先把它慢慢的把它这样子拌均匀了。尤其糖粉很容易就结块。对，很容易的结块。所以如果说，你所处的这个区域呢比较潮湿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呢，糖粉在使用之前呢，可以先过筛哦。对，那如果你没有网子的话怎么办？你家里面有果汁机嘛，对不对？果汁机打一下就好了，非常快速。就跟你讲，这得掏夹包啦。但是也不能讲掏夹包，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哈。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果汁机的妙用在哪里？不是人打果汁，它只要能混合均匀的，它都可以放进去。都可以放进去。对。那糖粉有点没有散也没有关系，没关系。对，没关系。我可以帮忙啦，老师。对，没关系。请说。我们就把油也加进去。因为它有热度嘛，哈。我可以这样子搅拌吗？可以。可以哈。这个要怎么拌就是随便你了，拌匀就好了。怎么拌呢？脑筋急转弯，随便拌。随便拌，对，没有错，随便拌。那左拌右拌，前拌后拌都可以。好，老师已经看不下去了。不会，就是把它拌匀就可以了。像这样子握起来，它是结成块的，然后轻轻的一拨，它就碎掉了。这是最完美的。对，如果你要压起来，你要按就按不碎。它就不酥脆了。这种的它就不酥脆了。但是你按起来，它又不会粘。这个你切开来，它就整个碎掉了。这也不是我们要的。所以呢，要有一点黏，又不太黏。不太黏。很像人际关系。对。好，这个6寸膜，老师底下先放了保洁膜。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把它抓进来。饼干屑放进来。对。要多少的量因人而异，我们不要去，因为我们是家庭式的，而不是说我们要专业的。如果专业的话，我们要称重量。那如果是我们在家庭式的话，我们不需要去说我要称多少重量，不要拿个磅秤在那边称。这是一个艺术，而不是一个科学的哈。今天既然做的是这个幸福甜点的话呢，因人而异，要厚要薄都可以，但是你不要露馅了就好。没有错，就因人而异。那我们先放旁边。然后我们再来。这个不需要冰吗？不用冰没关系，因为我们等下做完之后就把它冰到冰箱里面去了。跟各位观众讲一下，这个是吉利丁片，我们需要的蛋。那我们这里是动物性的鲜奶油。好，我们现在也要来加热我们的鲜奶油哦。但是鲜奶油在加热的时候一样哦，千万不可以火大。对，千万不可以火大哦。然后我们把它煮热哈，再把它煮热一点。为什么要煮热一点？就是说我等一下，因为我鸡蛋里面呢会有那个菌，我要杀菌。老师是全蛋吗？还是蛋白要分开？我要蛋黄而已。你要蛋黄。因为蛋黄它会香嘛。我现在把它煮滚了哈，现在已经是煮滚的状态下，煮滚的状态下不能直接下到鸡蛋里面去不然就会变蛋花汤了。它会熟掉了，对。所以看到是老师把这个打散的蛋黄放在另外一个锅子，然后要把这个加热的把它倒进来，然后我就需要这个打蛋器了。慢慢加进来，你不要一口气倒进去一口气倒进去变蛋花汤了。是。所以老师，刚刚你这个鲜奶油大概要加热到几度啊？到沸腾。到沸腾。对，到沸腾的时候我们一般如果到沸腾，你忘了时间说我忘沸腾了1分钟有了，它的水分散失了，一样牛奶加进来，
那我们糖还没加，我们糖这时候就可以加进来。这时候加进来的用意在于说什么？可以让蛋黄不容易那么快的焦化。哦。现在已经有点沸腾了哈。这时候我就可以把火给关到最小，然后把这个放进去。放的时候，因为旁边收得很快嘛，所以我就要很快的去搅拌它。而且搅拌的时候，你要转这个盆子里面的那个盆子要转。因为我们在拌的时候一定会有个死角，可是你在转的时候啊，那个死角就会变减少了。为什么？因为你搅不到的地方你就转过了嘛。它就比较不会有死角的产生。这时候有个重点哦，就是你没有戴手套的时候，你不要去摸外面这一个哦，它很烫的哦。所以你从镜头上看呢，老师是摸里面的那个小的钢盆，而不是外面的哈。而且还有一点特别注意哦，那个火一定要保持在小火哈，很小的小火。你把它关掉，或者关掉也可以。可是关掉之后，你隔了差不多2、3分钟，你就要再开火一次。为什么？因为你水温都不到80度，那蛋黄怎么可能到80度？不可能。像这里你会感觉到它稠状了，对不对？有点像卡士达酱了，对不对？是。这就是到达最佳状态。最佳状态就是这样。OK， 好，观众朋友要看清楚一点啊。最佳主角出来了，有没有看到？它已经是，而且非常光滑。对，不是一个液态了哦，它已经成为一个像用我们这个对卡士达，而且就是说你用这个搅拌器呢，你会发现它有线条出来。对，没有错。好，这个就是叫80度的感觉，然后你用手摸一下，你会感觉到。摸个不要超过3秒哦，你2秒钟你会受不了了。这个就是到80度的。我们这时候就把吉利丁加进来，就把丁片加进来。那个丁片的时候啊，加进来很多人会用力把它这样把水挤出来。没错，我是比较不建议。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手不是很干净，一挤反而里面细菌就跑进去了，所以我都会用2只手指头去拿的原因在这里啊，尽量少碰触到它。它一点点水分根本影响不了它太多的一些凝固的作用，所以这时候就把它你要搅拌的时候不需要太快的去把它拌匀，因为它受热的时候它也要有时间就慢慢的让它受热之后，我们再来拌匀。老师每次我都慌慌张张，因为我很怕它看见它没油就会一块一块，像我们吃那个太白粉勾芡没有勾好一样哦。那时候就是说你的水泡的不够，但是一定要泡冷水或冰水。如果你要夏天，你要泡冰水；如果在冬天，你泡冷水就好了。如果你是泡温水，它一下子可能就溶掉了，就溶解到水里面，它有效成分就不见了。对 ，OK。把它拌一拌之后。我们就可以加这个奶油，就可以加进来了。cheese 哈。对，就奶油cheese哦，cheese会很多种，这是奶油cheese。我们在那个烘焙店最常买到的就是这种cheese，奶油cheese，什么牌子都可以。什么牌子都可以。这个奶油也是油脂嘛，所以遇热它会融化。所以我们不需要说像我们一般做一些cheese cake 会把这个 cream cheese 啊先室温之后，然后又把它打发白，都不需要这个动作了。不用，没关系，它遇热会融化，我们就把它再放进来。如果怕它没有均匀的话，我们再放进来。再放进来，再拌一拌就可以了。在预热之后再拌一拌就好了。可以感觉到已经非常绵密了。对。我来摸摸看这个温度，它真的有点。这个好像有一点类似那个暖包的温度了。对，差不多有点像我们这摸起来，我们这是不是有点感冒了那种感觉？就是感冒的温度了吗？差不多38度。38度或者39度、40度以下了，差不多这个温度。看它有点像感冒的感觉。那种温度了哈。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加进来，因为太高的话，因为这个鲜奶油啊，它的对热的敏感度又比那个奶油起司来的敏感了因为它里面都是空气，
因为打发了嘛，打发之后里面都是空气的。所以呢，这个鲜奶油是过敏体质哦，我要对它呢，要更包容一点哦。对，然后拌的时候啊，有的人说在拌这个慕斯的时候啊，不要用这个拌，其实都 OK 的，你只要拌的轻柔就好了。哦，因为有的人拌是很粗鲁，这样好快，一下子就把它打发的东西就消泡了，我就没有用了。哦，我要尽量的轻柔。哦，对待你的初恋情人这样子，或对待你老婆这样子哈。我还以为只有初恋情人要那个轻柔，老婆的话就可以。老婆要更轻柔，老婆要陪你一辈子啊，反正今天晚上你就不用睡了。这样拌好之后就非常的，看起来已经很好吃了，漂亮了。我看了我都很想吃。其实我做那么久哦，我都一直觉得我选对行业了。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吃蛋糕。那我们再把这个做好了，我们把它倒进来。我们可以把它用匀哈，这是一个6寸的模子哈，6寸的模子。其实6寸的模子最好用哈，老师。最好用，因为不会太大。各位观众，你看我现在已经做好了一个哈，好，我们就要把它拿出来。老师要教各位呢怎么脱模哈，对，不是用这样子把它震下来，也不是旁边刮一圈哦。对，把它拿起来的时候，我先把它放在我需要放的地方，放好，然后用这个就要用到这个喷灯了，这个就是要用到喷灯了，要把旁边受热。哇！拿下来之后，我们就要准备一些盘式的东西。我就要用它鲜奶油，那可以用很多的表现的方法来做。我也可以把它抹得很平整，但是我也可以把它用得很不规则。我就可以用很多的这种手法去把它。哇，老师这个说法我最喜欢了，随便给它一丢，又很豪迈，对不对？又很粗犷，又很艺术。其实是因为我不会啦，所以就用这种方式，这样子就 OK 了。OK 了不是说代表说完成了哈，就是说我的鲜奶油这样子不要太工整，因为我们在家里面做也没有那么好的技术去弄得那么工整，我们就随性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就是 handmade 的老师，这不再是手工，做太整齐会看起来假假的。对，现在最贵的是什么？最贵的是手工。所以观众朋友听到这个已经很开心哈，原来刚刚鲜奶油就这样给它豪迈的撒上去就好了。对，因为蓝莓起司嘛，所以蓝莓一定是主角。好，我们再加上那个草莓的蒂啊，你切与不切都没关系哈，看你要不要切啊。为了漂亮的话呢，你为了有那个鲜明的对比，你就不切。对，要有鲜明的对比，你就可以。但是吃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对，吃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蒂拿起来，就这样吃，然后留下来，就可以有鲜明的一个。还有老师在这个摆盘的时候哈，我们看似随便摆了，其实一点都不随便。为什么？因为它也有所谓的色彩的对比，还有它的大小，还有它的高低，对，还有它的这个位置的那个对称哦。因为在美的这个里面呢，这个对称也可以是一个美的因素嘛哈。没有错，衣服好的话，就要衣服好的一个文章或者是一幅好的故事来诉说它。那一个好的甜点也是一样啊。我们哇，老师，蓝莓是你家自己种的，你怎么摆那么多啊？蓝莓不是我家自己种的啦。当然了，上这个节目总不能闹亏啦。蓝莓现在很贵，我现在当场就吃一个。好。而且蓝莓对女孩子很好。没有错，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而且黑色的水果非常的少，所以它含有的那个稀有物质量非常少。所以蓝莓季节在出的时候，我建议各位朋友不要吝啬。因为一年四季里面呢，只有少数几个季节它出产蓝莓，那个赶快吃。黑色的水果非常的少。好，老师现在又要来表演了，怎么切这个奇异果了哈。哇，真的很特别，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切法哦。但是自己做。当然不是说只为了省钱啦，最主要就像老师讲，其实在做的过程里面呢，非常享受哦它的这个过程哈。对，好像在玩嘎嘎酒嘞。
对，在有一点艺术方面的一种创作的一个感觉。用甜点来画画哦。对，没有错，就是用甜点来画画的感觉。哦就是这样子。你看老师在摆哦，刚刚那个白醋栗哦，你看远远的哦，这个遥遥相对哦，它就摆一颗像珍珠一样哦。对。好，你看到一个非常丰富的，可是呢，也许你不会被蛋糕吸引，而是被刚刚这一颗很微小的那个白醋栗吸引。这就是一个画龙点睛，就是说我这个盘子上面就会要点一个，这边很多，这边很多，我要有个点，就是说我要让那个点很突出来，这就画龙点睛的意思。对。而且用一个最不显眼的颜色啊，摆在一个呢非常寂寞的角落。所以说啊，厨娘最了解我了。我跟他上节目真的很愉快。其实我从老师身上真的学到很多啊。刚刚我们在节目还没有开拍之前聊了一下哦，对这个山野里面的一些野花野草啊，老师非常的有兴趣，因为他一听到我家有种这个红醋栗，他马上跟我说：“厨娘，你的赖要加我啊，因为我想要看看红醋栗它到底长什么样子。”老师一直以为红醋栗长很高。对哦，结果我说没有呢，我们家的至少我们家的红醋栗是大概只不过腰到膝盖而已，而且它是横的，上面有很粗的这个刺哦，很扎人，所以一般动物呢比较不会靠近它，因为它也非常非常的酸。对啊，所以说，活到老要学到老啊。所以说，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原因在这里啊。书上的作者只告诉你他想要告诉你的事情，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又不一样了。